大家有冇諗過點解秋字係由禾同火組成？今日我哋一齊嚟拆解下呢個有趣嘅中文字啦。涼爽嘅秋天到啦，農夫辛苦種出嚟嘅金黃色稻米終於大豐收。呢啲稻米就係我哋部首入面嘅禾字。為咗慶祝豐收，大家喺稻米旁邊升起咗一團溫暖嘅火，呢個就係代表火焰嘅火字啦。不過大家要小心喎，如果火燒得太近，就會將辛苦種出嚟嘅稻米燒壞㗎。咁可以點算好呢？聰明嘅禾字為咗保持安全距離，決定將自己伸得長長嘅右腳縮埋一齊，變成一點。我哋嚟睇下，原本向右邊伸展嘅捺筆畫，而家縮短咗，變成一粒細細嘅點。咁樣一縮，左邊嘅禾同右邊嘅火就可以舒舒服服咁企埋一齊，唔會互相阻礙。稻米同火焰和平共處，就組成咗代表涼爽季節嘅秋字啦。呢個造字充滿古人嘅智慧，記住啦，中文字左邊嘅部件遇到右邊有朋友，通常都要收腳，呢個就叫做部件避讓。